来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跟着我是咱祈祷播歌声，这么开始，带来一首《月夜小路》。最好愿路转来去，顺着迄条小路，受咱彼拢是初次相逢可能只你我相谈谈花面，温暖着好好情。哦吼！轻松的一段演奏歌唱的歌曲，叫做《月夜的小路》。哎，谢谢大家吼！我咧放人唱歌的时阵，阿姐啊、大哥拢总上线咯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是温暖哈。来，我看我今仔上线什么人吼？哇，导播我会跳调去啊！哇，来，哎，好你吼，导播，我先来看嘛是什么人甲咱这个哦拍谱啊吼！哇，今仔是坤生哥哥，坤生哥哥你今仔特别熬早呢，谢谢木火大哥。
还有我们的姚对，还有我们的姚增芳大哥啦哈，还有咱这个木否大哥啊，咱的明渊大哥、芙蓉姐，谢谢你哦哈，感谢咱的彭淑美阿姐，哦，董文明大哥，来自咱台中市丰原区的咱的董文明大哥，蓝雨姐姐好，台北市咱江大哥、信林大哥好，姚顺天大哥，谢谢훈련姐啊，严明虎大哥，你今仔上线了哈！哎，尤大哥，尤大嫂，文东哥哥，摩刀的许大姐，梅香姐姐，哎，阮的美华姐也上线哈，美华姐姐，哎呀，酷酷哥，还个跳跳去哦，水叶姐姐哈，来，也个有咱这个哈，水叶姐姐，个有咱这个美华姐姐哈，美华姐姐跟咱酷酷姐啦哈，来文良大哥，感谢训练姐啊，咱的姚顺天大哥、信林大哥，个咱台北江大哥哈。来，恁今仔拢有满满的掌声，包括讲咱的陈地正大哥、古大锦大哥哈，谢谢咱的吴明忠大哥、明忠哥哥，谢谢哈。啊，若讲到吴明忠大哥，我敢若我欠伊2首歌曲，啊，尽量哦，有伫咧学哦吼。咱时代大哥大姐，你会感觉讲，芳玲啊，我都有甲你点歌，吼，啊，你那拢还袂行，就抑搁伫咧学啦。啊，甚至吼，咱点的，像讲老师嘛爱兴歌。我嘛有爱兴歌，所以讲有当时迄歌咧欠吼，欠真济呢，啊，就斗兴啦。啊，讲到拄则即首或者吼，咱的乐也小咯，哦，尤其是咱若时大暗时啊，有的人是日时时间，啊，有的人是下晡时的时间出去伫咧运动。咧运动的时阵，你会记得吼，爱安怎保暖一定要。你毋好讲啊，我倒咧运动啊，吼啊，可能较热啦，我就安尼穿个薄薄啊衫出去倒。有当时吼，虽然外口温度10度、8度，但是你运动了后咧，可能你会流汗。对。啊，你一定啊，衫裤爱扎咧。啊，扎咧了后呢，咱若运动煞了后，马上甲咱的衫裤脱开。尤其是吼，气象局有讲哦，讲这强烈冷气团吼，伊是安尼一波过一波直直落来哦。一波比一波较强，甲我哋。甲过年哦吼，嘿，甲过年哦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一寡温度甚至上低温度会到5度以下。5度咧，较早的时啊，感觉讲咯10外度、10外度，啊，就足冷的。我你讲吼，但即摆对，佫较冷啊。对吼，啊，所以讲咱若有啊，咱遮大哥大姐，你若有一寡心血管的疾病的人，吼，恁着爱注意哦吼，尤其是你有三高的啦，要搁来咱讲，你一定安怎？血压悬的啦，血糖啦，对啊，血脂红啦，较悬就这三高。对，也是讲你啦，药啊一定爱按时吃。对，唔通无食。对，有真侪时段吼，我感觉讲食药啊有一个观念，医生开互你的慢性处方签，爱食无一定爱食，你袂使莫甲人。啊，当然你讲啊，放任啦啊，因为我有咧食一寡保健食品伫咧做辅助呢，迄只是保健食品是咧辅助，等甲你甲一个程度的时阵。医生是毋是3个月、2个月？豆豆请甲讲一个哦，你的这个恢复正常了。来，医生吼，这都爱安尼讲吼，医生你若得个登去，你有慢性处方签嘛，3个月登去检查一届。啊，你若是讲哦，你有保健食品，你有伫咧辅助来讲，你会进步嘛？医生伊就安怎甲你调整，豆念，控制豆念安尼。对，所以讲吼，尤其是即届吼。即届过年过来安尼啦，这个新的一年安尼，已经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啊，这因为这心血管疾病的人吼，迄有当时啊，尤其是若心脏的问题啦，心血管啊，吼，迄有当时拢袂赴呢。你敢知？全台湾哦，吼，甲15进前安尼，才十几工尔，甲病医的时阵袂赴救的已经1400几个啊。所以讲吼，对啊，所以讲这个数字吼，毋是我咧讲，毋是年纪大的哦，好，咱遮阿公阿嬷讲，迄拢年纪较大，无一定嘛有迄10外岁的少年啊，是毋是？啊，甚至我咧讲哦，这人吼，若去拄着的时阵，尤其是这心血管的疾病，伊无咧分少年的，无咧分老的，无咧分好野善哈。你看顶日啦，顶礼拜时阵有无咧华航啊，老总啊，当的呢，嘿，身家毋是足侪钱的，但是咧，伊嘛是安尼啊，我操劳啦。迄个昨都咧开会咧啊，对啊，这新闻报道啊，报真大篇啊。对。结果先过当讲乌卡就是吼，嘿对，所以讲吼，咱若平常时啊，我拄则有讲过讲吼，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
啊，你都也有较捌中风过，吼，这呢，这拢搁较危险啦。明知影心脏无好，是啊，血较靠较热，甚至有这高血糖，是讲高血脂。高血脂就是血油真重的人，爱特别注意。是。这个过年到啊，咱希望讲吼，大家对家己本身顾起。是啊。你无健康的身体时，要哪有做这快乐的新年呢？当然，所以讲要注意保暖。啊，若是讲有伫咧食药啊，爱按时吃。啊，若保健食品你都食了袂歹，哎呦，都安尼好顺啊，爱甲持续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讲到这，来，即马咧要来安排着今仔日头一阶段，就是咱这个点歌的时间。好，来。邱党德大哥哈，你的播声有收到哈，谢谢阮的明福哥哥哈。来，头一首《真情放袂离》。雨水都袂离，伤心水粒粒滴。来，第二首《女人的一生》。雨声绵绵，梦中又惊醒，两行泪写出我爱你。第三首经过一年后，这真情放袂离，甲经过一年拢差不多呢。有一个人踮在怀念所在，是彼时黑黑暗暗无人来，特别甲安排，就是这个经过一年后，也甲做这真情放袂离。其实伊的这个曲的时阵是共的，但是咱今日是要甲表现的，除了讲做这精彩的口碑以外，我来甲走无共款的这个tempo。头一首来甲再走，这个较温和的，或者这个叫做用迷你麦讲好不？好来，好。嘿，这个叫做就陀螺舵，噔哒哒噔噔，来第二呢，经过一年了后先，我来甲走一个这个节奏的安尼。好来，无共款的气味啦。好，第四首歌曲哦，《月下流浪儿》。做男儿流浪天涯，心事有啥人知？第五首哦，船去前夜灯。昔日的船只现在是。我可在倒只为他乡的港边。来第六首歌曲哦，秋风愈人心。用酒解草烦。好来，以上六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，咱来做互动哦。敲阮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头一首歌曲《真情放袂离》，第二首《女人的一生》，第三首《经过一年后》，第四首《月下流浪儿》，第五首《船去前夜灯》，第六首《秋风愈人心》。来，以上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说，来自咱吉林的严明福大严大哥哈，我的单子呢？来，喂，你好啊，党个你好。哦，你两个好，大家好。我的第二首《女人的一生》，甲第六首《秋风愈人心》。安尼好。好，这。哦，谢谢。第一首甲第六首哦，谢谢，感谢。
第二甲六二甲六，好，来，我先下开哈。好的。喂，明豪哥哥。跳蚤呀。嘿，哪都跳去？一般都36了。3跟6，好啊。3跟6，你两个好了哈。好，谢谢你啊哈。好。这个较无用哦，那多用再话你卡。好，谢谢大哥哈。好，我拢会知，感谢你的关心。小凤。喂。喂。你好呢。哎呦，那检山哥哥。是啊，无你要叫啥人？叫跳开吼，导播你感觉跳开是小凤，这个是我叫唔对呀，我这互人拍走呀。嘿，来哦。导播。来了，我秋风难人心啊。好啦，我下开哈。拜拜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哎，李明哥哥。我年轻人安好。嗨。我跟你讲，你点第2首的《女人的一生》，好，甲第3首的《经过1年后》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好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来哦，文东哥哥。王林。嗨。你好。洪大哥。是你好。好。我点第1甲第2。第1甲第2。1、2。好的，没问题了哈。感谢你。好，谢谢文东哥哥哦哈。来，坤庆哥哥你好。好。嗨。第1甲第2甲第3首。第2甲第3晓。第2甲第6。好的。没问题哦，2跟6哈，谢谢哦哈，感谢大哥。来，收银姐啊。我要2跟6。2跟6。哦好，谢谢素英姐姐哈，好平安哦嘿，谢谢大家来甲咱参与哦哈。春雄哥哥。有。嗨。有。来，春雄哥哥，你今天要听倒一首？大哥。第1。好。第3。第1甲第3。好，没问题。第1甲第3了。我下开哈。好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好。哎呦，有大嫂。喂。阿瑟你好哈。哎呦。平安哦。嗨，你好，大嫂。2甲。嘿。 2甲6。好，没问题哈，谢谢尤大嫂哦，嘿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来哟，顺天大哥。两位午安，我要听第1首甲第3首，谢谢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来，婚莲姐啊。你好。嗨。 2跟6。2跟6。 好，我下开哈，谢谢你。好，这是阮的婚姻姐啊，哈。好，好，平安平安，谢谢。来，磨刀徐大姐你好。两位主持人，你两位好，我要点第1甲第2。第1甲第2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哦。嘿，好。来，美华姐姐。漂亮的妹妹芳玲。谢谢。美华姐姐。酷帅。 帅哥，哦，酷哥哈！我今日要听第1首甲第2首，酷帅哥。好，谢谢你啦，阿姐。好，感谢哈，好，哎呀，等来过年啊哈！来哟，梅香姐姐。芳玲将领你好。嗨。我要选第2甲第6。安尼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梅香姐哦哈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陈妈妈。喂，芳玲，佳玲。 我要听经过1年后，秋风女人心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下开哈，陈妈妈好。啊，你叶大姐。喂。叶大姐，你要听倒一首？第3首。好，我下开哦嘿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叶大姐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来哟，党德大哥。喂。 嘿，党德大哥，你今日要听倒一首？周大哥。2甲6。2跟6。哦好哦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党德大哥哈。谢谢你，平安，谢谢。来，宝凤姐。宝凤姐你好。郭大姐。喂，郭大姐。喂，来，你好啊，平安。嘿，我要听3甲6。3甲6。哦，好。 我下开谢谢啊，谢谢。秋风女人心。3甲6。3跟6哈，好，谢谢，我先下开哈。啊，你好，佳佳。芳玲。嗨。刘小姐。丁老师好。感谢你。
谢谢，尽在不言中。佳佳，你今日要听倒一首？女人的一生，好，啊，秋风女人心。好的，二跟好六，安尼我下台哈，好，感谢你哦谢谢，佳佳感谢，谢谢。来，老师，土豆真大粒，我真好吃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我最后一个了哈，来，喂广告这样，喂，来哟，我是听女人的女人的一生啦，好第二首，好。啊，搁甲第三首的啦。好经过一年安尼后，吼，好，我下台哈，谢谢我阿姨哦嘿，好来，谢谢大家，今嘛先来安排一首或者女人的一生，了后老师你再来安排迄首秋风女人心， OK，好，啊当然啦，等下吼，还佫有一首经过一年后，咱第三首来甲做安排，好吧？来哟，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女人的一生，来董先生、纪明哥哥、文东哥哥、坤星大哥、佳佳，还有grand阿姨哦哈，来党德大哥好，梅香姐姐、mỹ华姐姐、许大姐、婚恋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素英姐收店的女人的一生，帮您献唱。有啥物梦中有惊醒，两行泪写出我爱你。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袂开，爱恨的心夜夜离。我的人，我的心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啊，想你最爱的迄个你，望你回来阮身边。有啥物梦中有惊醒，两行泪写出我爱你。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袂开，爱恨的心夜夜离。我的人，我的心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啊，想你最爱的迄个人，望你回来阮身边。我的人，我的心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啊，想你最爱的迄个你，望你回来阮身边。
女人的一生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即马继续要来安排这首《秋风女人心》。这首歌曲有咱的党的明福哥哥、剑山大哥、坤星哥哥、素英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婚人姐啊、梅香姐姐、陈妈妈，咱的党德大哥，跟咱的宝凤姐、佳佳锁点的哈。来锁定哦，雕兴哥哥，咱的龙华大哥，谢谢坤星大哥、杨美的蔡大哥哈，谢谢咱的明福哥哥，哇，你的婆婆声有收到哈，顺天大哥哦哈，谢谢志玲哥哥，你唱啥哈？来，刘石姐姐好，感谢冰华姐姐。跟来金花姐啊，吼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恁的婆声收到。来，今麦换江林老师来献唱哦。秋风女人心。秋风女人心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这首歌曲哦，哇，咱的清月大哥、姚兴哥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古大锦大姐哈，谢谢咱金兰姐啊哦，来谢谢仙鼠哥哥做冠中大哥了哈，来剑山大哥你的婆声有收到，谢谢你们哈。来，宝凤姐嘛上线，素人姐嘛上线哈。即马要来进行着来到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的时阵，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，要歌名。是。哦，这个时间吼，这咱在是大哥大姐吼，尤其是咱这旁，这个时间啊，拢啊算啊足趣味的。伊讲吼，芳玲啊，迄一寡歌吼，我拢想吼，你咧唱的时阵，我就知呢，我就知影呢。早做囡仔时就真熟悉。啊对。但是呢，久一个无听，啊听到的时阵吼，嘛咧感觉咧回味无穷。来上趣味的就是吼，像阮的啊，坤星哥哥啦，伊即马吼，伊真正知哦，电话举开吼，亮到我甲接开的时阵，雄雄听到我的声全安怎，袂记得去，吼，这哪会安尼？太高兴了，讲哦，芳玲接到啊吼，来，你若吼知影这个歌名的时阵，等喙加念几摆啊。
吼，加念几摆，安尼我电话若接开时阵，你才袂向讲，佫袂记得去啦，好无？来，准备哦。头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所改啊，我袂讲要送啥啦。 5个字5个字吼哦。来，我今仔要送袜子，石墨烯的保暖袜，互咱观众朋友吼，这双鞋啊，大家毋免阁想介绍，都敢若好穿尔，无大劲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血液循环，啊，骹底佫会甲你脚底按摩，佫除臭。迄若吼，那臭骹烧、流骹汗即种的吼，穿落的时阵骹拢袂阁再臭哈，连穿一礼拜嘛袂骹臭，足厉害吼。来，佫会免惊讲会去厝倒去。 老师讲这咱挂冬啊，吼，迄鞋啊，对吼，一届送2箱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。青春快乐的歌声，山顶的冰雪也消失去，那青的山岭顶，百花开山边，天海角，今日又是叫咱向往。 再回来，哀愁的念头也再回来。那青的山岭顶，玫瑰色分片，从今的咱的前途，照天也响。 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5字啦，5字。好来，伫遮的时我来甲安排，拢总过去呢真hit度，去做这个歌曲，hit度就是真赞。也曾经的时阵陪咱这个青春的岁月。我即摆演主持呢，要来甲带来一首《凤飞飞》的成名曲《凤飞飞》。
片云，天空是我家。早已是一日升，目送夕阳下。我是一片云，自在又潇洒，深水魂梦飞，它来去无牵挂，深水魂梦飞，它来去无牵挂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大家要看嘛遐哩，要拿着电话甲卡入来8326-317，我即马依照这个惯例来甲奏一段这个轻松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答案。时间的关系，广告足济咱的观众朋友很多。时间的关系啦，我搭演奏曲，我要奏2首，要奏1首嘛，要奏2首哈，伊拢吼调工要互咱接较久的，啊，所以讲来甲伊时间甲拖较长的吼。好来，真歹势，准备，我要来公布答案。好，公布啊！
咱的青春快乐的歌声，山顶的冰雪也消失去，那青的山岭顶。来，蓝色的山岭。哦，第二首呢？第二首是。我是一片云，天空是我家。我是一片云。哦，来啦，先修改啦吼。哦，咱做观众朋友真正就用诶，我跟你讲，我写哩算足紧非常的热情。系啊，我大家哦，你接拢吼接真济啊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按即摆吼，互芳玲来进一段广告时间。吼，啊，今仔广告观众朋友啊，吼爱注意听，这吼甲咱的身体吼啊有直接的关系。吼，尤其是这个天气哦，嘿。好，来进广告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咱再次邀请到阮的青草达人，咱的黄老师、黄教授来到现场。老师好。哎，黄玲你好。好。咱电视记者大哥大嫂，大家好。老师啊，你顶早来啊，甲咱观众朋友讲吼，遮济远头，就是讲吼过这个碰扑啊，哦，讲会喘啦，会艰苦啦，会白白啦。啊，你讲的了吼，啊，观众朋友哪有法度去找遮济远头？你唔着甲阮找哦好。我甲你讲，黄玲。这支的知名度吼，听到名吼，大家嘛知讲这支效果有够好。什么名？叫做天王保心。来，观众朋友。哦。天王保心，啊，敢若听这名嘛，知影讲这里食安怎？我跟你讲哦。好。内面远头哦，你看偌好啦。好。这丹参嘛，对这个泡沫一定 OK 啦。是。就安尼喘啦。啊，心都跳过来个呀，蹲一下啦。这效果一流的啦。是。可是天麻啦，天麻、松树皮啦，松树皮哦，法国的呢，伊足贵迄专利的呢，专利哦。我跟你讲，若拄到迄严重走病哦，迄医生啊，会摕一粒无，才踢在自己下骹。好，松树皮萃取就是咧食这哦。对，我做舌下定。哦。啊，这个松树皮咧萃取起来，什么科技进步啊？这是。浓缩的哦，是哦，就是你踢喺水下骹，一粒这是天然的就对哦，是哦，效果真正学到个会读书，佮再来喘气，喘气食啥你知无？弄着冤家手哦，你烟火袂散吼，是，喘气甲食咧，甲这个烟火死火甲泡开，是，啊，所以你就火根袂脱掉咧。就袂中风啦。哦，所以讲吼，这喘气吼，伊这本身就是会当互咱这个公路内底袂去塌掉咧。对，佮再来大中，是，就安尼大中食啥你知无？就这个种啦，这种啦，啊是安尼种歪歪的。咸咸呢？对啦，啊牛舌干啊，是，嘿啊，啊就会咸咸啊。是，哦，啊你甲食这大中哦，哇赞，分精利小水啊。哦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咱若讲吼，这有当时啊透早爬开，哎哟。迄鞋啊穿袂落去呢，安难平平啦，对，我真甲像迄面具啊尼啦，吼，啊，搁安尼碰皮啊碰皮，这毋是反金哦。迄我咧讲吼，迄若咧离袂出去的时阵吼，是足艰苦的呢。一礼拜过吼，啊，消肿落啊啦。是，真好呢，真好呢。哦，遮济内底遮济醋香成分呢。茯苓吼，是。哦，你若比如讲，着人安尼困较袂去啊，失眠的啦，时间讲1点嘛知，讲2点嘛知哦。哦，迄一支尖落落嘛听甲清清楚楚。对啊，迄茯苓甲这吼，安伦电撇哦，无你也一咱无困3补袂甜哦，读甲戆醒哦。是，所以讲吼，这了茯苓来讲，咱咧困较袂打遐。对，较好困啊。嘿啦，安伦电撇。是吼，哦，安尼老师啊，安尼遮济醋香，这个物件安尼。真好呢，是啊。哦，啊，这要重点是安尼吼，安尼这是要安怎卖啦？这一罐60粒啊。是60粒。60粒啊。啊，都有人去看着。来，哦，来。系啊，这60粒安尼吼，啊要食，啊保养的哦，讲2粒就好。2粒就好。啊，就讲，我本来讲啊正头，已经都有带着啊。是。明早暗2粒，
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啊，这咱袂副作用的哦。是啊，反正我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。好，你讲。这支天龙保心吼，若食了病好就好去啊，袂搁压起来哦。毋是有食病好，对，无食病真侪时段拢嘛是安尼啊，这种问题啊，讲哎哟，我安尼食规世人的药啊，食5、6档啊，哪会安尼医生吼哪开哪大包？哇，啊那天龙保心是无共款哦，对啊，倒就遐好就好去安尼。食到遐好到遐。哦，啊老师啊，你也像你拄则安尼讲安尼，啊我来讲吼，我最近安尼行路的时阵吼，较会安尼喘，啊较会安尼白不舒服，安尼我食几粒？我甲你讲，用早2粒吼，甲食2工过吼，这粒心肝宝贝。安尼我先食2粒，安尼我先食2粒。就袂安尼偏喘啊，哦。啊这药可大干大包。咱毋免讲这种，迄就无咱的分下哦，啊，佫袂疲劳哦，真好哦。安尼，老师啊，只是这个鱼头哦，食会到吼，哇，是你的福气。这是阮老师，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这是老师的压箱宝啦。伊这贴吼，这贴真正是吼，伊研究足久的啊。啊，伊讲做真侪阵时段，大概一个年纪的时阵吼，拢总有这种问题啦。包括讲今年吼50、60岁的人嘛是安尼呢。对。吼，啊，所以老师啊，啊这要安怎买？这一罐吼，60粒是1800啦。1800。因为法国的这个松树皮太贵。太贵了哦，成本真贵哦。即马大家拢咧抢这松树皮呢，吼，这个足好，足好。哎呀，啊老师啊，一罐1800，啊那2罐呢？2罐是3600啦。食咧2个月吼，3600，是啊，3000块，哎，犹太济啦。犹太吼，好，2罐加算3000。2罐3000块吼，你来。好来，谢谢。我咧讲吼，今仔日观众朋友，今仔日要绝对互咱观众朋友安尼一个真正优惠。会介绍，因为啦，你发觉着讲过年过来了，啊，到新历年过来了后，哇，安那遮侪人因为这种吼心脏的问题，吼循环的问题，安怎艰苦着对无？吼，来，老师今仔咱黄教授呢，特别甲咱观众朋友，咱来天龙保心，敢若听到伊的名嘛，知影讲这足久的处方啊啦，上介好的哈，啊来。咱今仔日呢，一盒就是1800块，2盒是要3600块，对无？今仔互咱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哦。我今仔就是要卖恁细组就好，恁一定爱先甲买转去啦，先经验看卖啊咧，吼，经验看卖啊咧哈。一届甲我买一罐是1800块，买2盒，我们特别优待价格，今仔甲你收2000块就好，我的豆腐阁袂付怕吼。因为拄则吼，我想下，我直接打电话甲公司讲，我讲老师甲我吼做这无做遮久啊，咱即届冬天的时阵，爱互咱遮时段，我咧讲吼，真正会当安怎平平安安。所以讲，恁今仔日甲咱买2盒豆腐啊，嘛袂付怕对无吼？来不及的对不对？来，2盒是3000块对无？今仔日就是2000块的好。无大紧哦，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来我袜子吼，记得要保暖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咱今仔日袜子我搁加送恁2箱，吼，恁顶阵若买着2盒3000块的，吼，歹势，啊，恁会今仔来补，今仔补绝对搁较会好的哈。今仔买着天龙保心，买着是买1盒，我再加送1盒，我搁加送2箱咱的保暖袜，互咱观众朋友。这箱是石墨烯的哈，你知影讲我咧卖偌济哈？来，一届送恁2箱哦，吼，2箱哦吼，来，电话拢满线吼，好，来无要紧，我来互阮小姐斗接啦吼。其实观众朋友，咱若有感觉讲吼，你安尼心肝头白白，会头前疼，后壁疼，疼到安尼啊，定最近你会感觉讲不等去转着，哦，安尼真酸真红对无？这只。真正你头的吼，食加早食，下晡就舒缓啊，下晡就舒缓啊，吼。来啊，所以讲咱今仔日注文交代哦，因为内底吼数量，我只跟老板讲说100盒尔，100盒，所以我们只有50个客人而已哈，我们只有今天这个价格哦。原底是2盒3000块对无？你若有进前有买过人拢知影，今仔就是2盒2000块。08008108100800815181喂，你好，喂，对，大哥，你好哈，我来下凯哈，你新朋，天龙保心丸啦，好，要天龙保心哦吼，我等下甲你问主旨哦吼，因为你新朋友嘿，好，谢谢，喂，你好，喂，要买那个
天王补星吼。哎，好，啊，你快写卡阿姐，你新朋友等下甲你问主旨哈，好无？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恁新朋友吼，我跟你讲，即马拢做满线。啊，我呢，小等录节目的时阵吼，到问主旨哈。嫦娥姐姐你好，上娥姐啊，要一组吼。你叫我什么？你是上娥阿姐啊？哎，对。嫦娥姐姐啊哈。一组嘿。好，我写开啊嘿。好，谢谢。来哦，那个。我叫会。苏龙姐哦。苏龙姐要一组吼。对。我写开啊嘿。我要刷卡哦。哦好，我那边刷卡，好，可以的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哈。来家刷哈。对。好，谢谢你。可以。来，好。我跟你讲，老师啊，阮这不是拍唔到，就是讲吼，阮本地是2盒都要3000块，我们只有今天哦吼，今仔日特别互你2盒2000块，搁加嘛，搁加送2箱的袜子吼，袜子来，头部有法度袜子跳出来无？吼，要送咱观众朋友哈，金门的哦，来金门的林大姐你好。我是我无甲你加关，迄2盒2000块。对，搁送2箱袂啊嘿。我是你经济。好，啊这我再甲你回电话，因为吼你也无主机哦嘿。好来，啊瑞元大哥。4000啦嘿。好，袜子的是4双哦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有你姐姐。一路这啊。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哈，我写开哈，谢谢，好，来，喂，你好，丽华姐啊，丽华姐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哦嘿，好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哈，来哦，哇，规个拢总迄落，喂，文华大哥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哦嘿，好，谢谢哈，感谢，来。伫遮吼，来线卡拢总满线，因为我捌来卖过啊，对不对？恁老朋友都知道，我上次是卖多少，我只有今天这么卖而已，只有今天，而且只有100盒而已吼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恁若是有想到，啊，进前都咧想，哦，有影呢？这2年了吼，今年这个要过年前，才会特别才寒着。啊，你会感觉讲定感觉讲安尼袂顺时，白的时阵吼，来明显大哥好，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哈。来，你若感觉讲吼，白不舒服的时候，安尼我咧讲哦吼，我们广告已经到了啦哈，一组。来，谢谢老师，你接加车就好啊吼。啊，我来安排一首歌曲啦，互阮小姐接啦，互阮小姐接。啊，今仔吼特别放恁加唱者啦。吼，老师来准备我一首歌，经过1年后哦嘿。来哦，金龙大哥，要一组吼。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金龙大哥哦吼。好，平安，谢谢。来，哇，个新朋友吼。喂，新朋友你好。喂，阿姐哦，要一组吼。我未甲你写主旨咧啊，还没啦，等一下打电话去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下再打电话去哦，嘿，好，拜拜。来，好，来先落歌啦吼，来线卡小姐，甲阮的导播拢爱倒接啊，因为我跟你讲哦，唔好接超过哦，不能超长，就是50组，老师哈，来哦，金发大哥，金发大哥好，卢大哥啦哈。这个好东西啦，吼，这个来做这碰触的物件的时阵呢，有关于做这个吼蒸汽性，啊，你若讲做这个咱的炎忍，这个碰触够用，吼，啊，咱过年的时阵，唔使外面存风，嘿 ，OK 哦，来，要先摸菜，来摸菜，好，来摸材料，好，摸材料的时阵再来唱歌，好，来，我先来摸菜哈，这嘛是2箱梅啊哈。来，你这老客吼，肖府中大哥，肖府中大哥你很厉害呢，我发觉到伊敢若这个月2届款哦，这个怎么这么熟悉？哦，会当去买啦，谢谢。府中来，府中大哥哈，辅导府宗教的宗哦哈，好，谢谢。音乐来走落去。来，
来，继续我来安排一首《经过一年后》哦。一个人来到怀念的所在，是边是黑暗暗无人来，就是顺风吹你，阮心内只是感伤怨恨。老目屎，你到底是知唔知？无记你的真假爱，抱着满腹的希望，行来这个怀念的所在。虽然离开是1年啦。但是，我会记得你1年后的今仔日，你要来这等我，是安怎呢？我已经伫这等你足久了，你哪会无来呢？敢会忍受什么代志变卦？你这个时阵到底是伫倒位呢？我一个人。小路行来行去，是边是无声无息，找无你，就是听见悄悄的爱你，到底日子你是在哪里？我明白哦，我完全明白啊！你已经将我放袂记了，可能你也已经甲别人结婚了。我哪会这样讲呢？也唔知半项，公公啊，伫咧等你。世间的查甫人，哪会这样无情啦？我一个人。谢谢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仔准时收看咱吉他播歌声的节目。小等下录节目了后，工人佮芳龄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。拄只包括阮的导播拢袂赴甲我拍你啊哈，因为拢总啊佮满线。来电话继续互恁下，谢谢。